是新闻杂志再度受到肯定，记者陈喜君、施佑维制作的专题，报道台中的插画家为家乡设计进入在地美的人空挂，得到今年文创产业的新闻报道奖。原本故事的人空挂，即嘛是彩色，有在地风情多样的新式人空挂。就伫台中立川豪华太平公园甲水南区，这个作品是出自3名插画家的手，甲对家乡的记忆甲当地历史文化融入设计中，创造城市新美学。这里是台中市的水资源中心，在这个区域就有2个专属款的人孔盖。华视新闻杂志记者亲自走访台中，记录无同地区的人空挂特色，嘛深入访问插画家，制作为家乡设计，下伊上水的风景深度报道，得到2019文创产业新闻报道奖。台湾有很多文创的人才，然后环境也非常好。那很高兴这次可以把这么多的故事，然后台湾的软实力呈现给大家看。公司有这很好的节目，可以让我们每年报这个奖，也可以做一个文创的发声筒。得奖作品是为家乡设计脚下最美的风景。得到奖座非常欢喜，华视新闻杂志刷来也会持续努力制作更加优质的新闻。